新北市的邦桥高中即阵透过教育局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，甲这个辅导室改造以外，互伊有温暖的感觉，也用这科技机器来观察老师学生的变化。所以第一个是额头，那再来是胸的部分，它就是会测呼吸。甲这辆机器倒伫学生的身躯顶，会当观察紧张喘气等状况，记录学生的生理甲心理。甲科技应用伫学生的辅导，嘛甲辅导室变做消透压力的所在。以前的话，就是可能比较像办公室，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有距离感。就是现在这样子改装之后，就会觉得就是比较温暖一点。可能考试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很紧张，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是紧张的状态，想要运用什么技巧来让你自己放松一点。邦桥高中辅导室引进这套心理甲生理的测量回馈机器，除了甲传统的资讯分开，嘛增加消透压力的空间。师生通透过科技，实际了解到身体的反应。像学生上接表达因感觉紧张、困眠无好、身躯讲压力大，除了传统面对面的沟通，用机器数据呈现学生身体的状况，会更较有帮助。这个生理的仪器，它是一个辅助。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学生身心理相互影响的状况，这个是有别于之前的辅导，就是之前的辅导是他说他很紧张，但是你实际上也不知道他的紧张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。辅导老师表示，记录落来数据嘛通加做医疗参考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邦桥高中是目前全市头一个有高科技心理健康空间的学校，嘛办理训练课程。目前已经有数十个辅导老师来参与，希望改变传统的辅导方式，未来互更较侪师生通利用。记者点李学凯台北市报道。